来这个意外有上新的状况，咱随时报乡亲知。继续甲镜头刷到南投的德山，昨下晡是落雷公雨，这个雨是有够大到这个道路拢出大水咯。有一台黑色的轿车浸水吊车，车顶一个口5个人吊伫咧车顶，消防赶到位来救援。这个阿嬷抱着2、3岁孙仔，先落车来逃难，刷来这个车顶的爸爸妈妈抱着1岁外囡仔撩水走出着车外。讲当时迄个水是即架骹头有遐尔啊悬，只要一个无小心拍落，就麻烦咯。后面有那个大雨伞，我怕小孩子会淋湿。落去做大水，黑色轿车浸伫咧水内底，规台顶去。消防人员赶到位，拍开车门，阿嬷坐伫咧内底是真紧张，因为因一家伙5个人拢吊伫咧车内底。消防人员扶车门，互阿嬷紧落车。阿嬷真烦恼，会扣水流去，脚步翘坐了后，紧将2、3岁孙仔抱出车外。随着消防人员佮赶紧拍开驾驶座，带爸爸落车。爸爸拍开后车门，妈妈也真惊吓，抱火外囡仔紧离开车。我来帮。因为水伫因狗脚头有遮尔悬，大人撩水是真歹刷叮当。若是一个无细腻，就可能栽落去水内底。爸爸甲囡仔抱偷偷撩水过大路。因为那个水淹满整个路面，可能民众不知道那个水深多深啊，不敢贸然下水。昨这场雨是落甲真急，南投德山镇的交流道四周围大路做大水，下晡3点20分开始积水，3分钟过车驶过去，水是喷真悬，7分钟后水是愈积愈深，车辆开始唔敢驶过去，3角孔被水冲掉，到3点50分左右水即上深，4点14分左右无落雨，积水嘛到4点30分的时才退掉。啊！这台黑色轿车经过积水路段时，叫是水未深，就安尼家驶入去，喷起来水真悬，将要砍过引擎挂，排气管进水，互规台车顶去，袂顶袂动。即口10个人吊伫咧车内，为窗外看到大路做大水，外面阁上大雨，唔敢冒险落车。交代消防队员有经赶过来，即个火啊才平安无事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